哈嘍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傾一件事，真係聽落都覺得心驚肉跳。你最近行街有冇發現好多之前排長龍，好似好巴閉嘅內地過江龍餐廳，突然間一間接一間咁執埋？最誇張嘅莫過於開到周圍都係曾經風光一時嘅瑤瑤酸菜魚。市場傳聞話佢哋一個月蝕足成百萬，但係最怪異嘅係乜嘢？係個業主居然死都唔肯減租。正常人諗，你租客都就嚟破產，頂唔順要走人啦，業主減啲租留住個客，總好過間鋪空置咗喺度食西北風啊嘛。但係點解今次班業主好似食咗秤砣鐵咗心咁，寧願睇住間鋪掉空，寧願睇住個市冧，都絕對唔肯喺租金度退讓半步？原來呢個唔係業主貪心咁簡單，而係背後隱藏住一個隨時引爆香港商業地產嘅超級黑幕，就係所有物業投資者最怕嘅三個字 call loan， 即係銀行提早收回貸款。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針見血咁揭開呢個過江龍執笠潮背後，業主、銀行同埋商家之間嘅生死博弈。講起呢個瑤瑤酸菜魚，大家如果前一兩年有留意本地嘅飲食界，都知佢行頭幾咁強勁。當時內地品牌好似潮水咁湧入香港，由酸菜魚、火鍋、茶飲到燒烤，真係開到周圍都係。佢哋一嚟到香港，插旗嘅地方全部都係核心地段，一係就係旺角、銅鑼灣嘅一線街鋪，一係就係大型指標商場。當時班過江龍真係好有豪氣，出手闊綽，往往用高過市價2成甚至3成嘅租金去搶呢啲黃金位置。對業主嚟講，簡直好似揾到大金礦咁，開心到瞓覺都笑醒。但係呢種好景維持咗幾耐？計我話，真係1年都嫌多。當呢啲品牌喺香港開到遍地開花之後，新鮮感一過，問題就接二連三咁嚟。一來，香港人北上消費成潮，個個禮拜6日都想去深圳食酸菜魚，人哋深圳賣幾十蚊人民幣一條，香港要賣幾百蚊港紙，味道又差唔多，消費者自然會識得計數。二來，香港嘅經營成本真係高得好驚人，人工、水電、物流，樣樣都係錢。結果，呢啲過江龍開始入不敷支，好似傳聞中咁，瑤瑤酸菜魚個別分店一個月要蝕成100萬，一個月蝕100萬，一年就係1200萬，呢個真係一筆天文數字，就算背後有冇公司撐住，都頂唔得幾耐。於是呢班過江龍就開始揾業主談判，話依家市道真係好艱難，可唔可以將每個月20-30萬嘅租金減到去15萬或者10萬，大家一齊共度時間。如果肯減，大家咪繼續做落去；如果唔肯減，就唯有提早解約執笠走人。一般人喺呢個時候一定會覺得業主會妥協，因為今時今日嘅香港，條街周圍都係吉鋪，你趕走咗呢個客，下一任租客喺邊度揾？分分鐘調空半年都無人問津，到時物業管理費要自己出，差餉地租又要自己俾，仲1毫子租金收入都冇，豈不是仲蝕得大？但係現實偏偏相反，班業主態度強硬到不得了，寧願你間鋪即刻拉閘，寧願擺喺度養雀，都絕對唔肯合約寫明減租。呢個現象真係極度唔符合經濟學常理。到底背後有乜嘢驚天秘密，令到呢班身家豐厚、精明到執石仔都唔會輸嘅大業主，做出呢個看似咁愚蠢嘅決定？呢個秘密就係藏喺銀行同埋物業估值嘅遊戲規則入面。我們要知道，香港班大業主或者買得起幾千萬甚至幾億街鋪嘅投資者，好少會好似普通人買棵菜咁，一筆過俾清晒所有錢。佢哋全部都係用高槓桿，即係向銀行借商業貸款去買物業。當你向銀行借錢買一間價值1億港元嘅鋪位，銀行唔單止會睇你個人或者你間公司嘅還款能力，最重要、最核心嘅一點係睇你呢間鋪位嘅商業價值。而一間商業鋪位嘅價值係點樣計算出嚟嘅呢？佢同住宅好唔同。住宅好大程度上係睇附近屋苑嘅成交價，但係商業鋪位嘅估值最直接、最關鍵嘅計算方法
就係根據你份租約上面嘅租金收入。喺金融界同埋地產界有一種計算方法叫租金回報率資本化。簡單啲講，如果一間鋪位一年嘅租金收入有400萬港元，而市場預期嘅回報率係4厘，咁樣銀行同埋測量師行就會用呢個400萬嘅租金除以4厘，計算出呢間鋪位嘅估值大概係1億港元。銀行就會根據呢個1億元嘅估值，借7成或者6成嘅貸款俾業主，即係借咗6,700萬出嚟。好啦，問題就嚟啦。依家搖搖酸菜魚同業主講，一個月30萬嘅租金我頂唔順，你要幫我減一半租。如果業主好心或者一時心軟，同佢簽咗份新嘅減租合約，將租金減咗一半，咁會發生咩事？當租金由1年400萬大跌到1年得返200萬嘅時候，下一次銀行或者測量師行重新評估呢個物業價值嘅時候，佢哋一樣會用同一個公式去計。200萬嘅租金收入除以4厘回報率，呢間鋪位嘅估值就會由原本嘅1億港元瞬間蒸發咗一半，變成得返5000萬港元。呢個估值腰斬，對業主嚟講，絕對係一場滅頂之災。因為銀行有一條好嚴厲嘅條款，叫做貸值比，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 LTV。當初你間鋪值1億，銀行借咗7000萬俾你 ，LTV 係7成，呢個係安全線。但係依家你個鋪位估值跌到得返5000萬，而你欠銀行嘅錢依然係7000萬。呢個時候，你嘅貸款額已經遠遠超過咗個物業嘅價值 ，LTV 飆升到超過100%。喺呢個時候，銀行嘅風險管理部門就會亮起紅燈，佢哋會毫不留情咁向業主發出一封信。呢封信就係所有炒家、業主嘅終極噩夢 call loan 信。銀行會要求業主喺限期之內，可能係1個月，甚至係2個禮拜之內，立刻拎夠錢出嚟填補呢個差額。嗱，1億跌到5000萬，你原本借咗7成，即係7000萬，依家5000萬嘅7成只可以借3500萬。換句話說，業主必須要喺極短時間之內嘔返3500萬現金出嚟俾銀行。大家諗下，依家個經濟環境，有邊個業主可以隨隨便便喺袋入面拎幾千萬現金出嚟還俾銀行？好多大業主表面上風光，其實資金全部卡死喺唔同嘅物業、股票或者生意入面，根本冇咁多流動資金。如果業主拿唔出呢3500萬，銀行就會毫不猶豫咁將個鋪位沒收，變成銀主盤，然後拎去市場拍賣。一旦變成銀主盤拍賣，個價錢通常會被壓得更低，可能3,4千萬就賣咗出去。賣完之後嘅錢還俾銀行都未夠，業主唔單止冇咗間鋪，仲要背負住一身債，即刻申請破產，一世玩完。所以大家明白未？點解搖搖酸菜魚1個月蝕100萬，業主都死都唔肯減租？因為如果業主肯減租，咁樣等於佢親手寫一張罪狀交俾銀行，引誘銀行去 call 佢 loan，逼自己行上破產嘅絕路。相反，如果業主堅持唔減租，就算個個江龍頂唔順執笠走人，間鋪變成吉鋪。喺法律同會計嘅層面上，呢個叫暫時性空置。只要份租約一日未正式修改，或者業主堅持對外宣稱呢間鋪嘅意向租金依然係30萬，銀行喺做年度估值嘅時候，好大機會仲可以引用之前嘅舊數據，或者用市場意向價去打個折，勉強維持住個高估值。只要個估值唔冧，銀行嘅電腦系統無跳出警示，個客戶經理又隻眼開隻眼閉，業主就可以繼續每個月咬緊牙關供原本嘅按揭貸款，咁樣就可以成功瞞天過海，保住間鋪，保住自己唔使破產。這就是為什麼全香港現在有這麼多吉鋪，街上冷冷清清，但租金依然硬如鐵石。這不是市場供求的結果，而是金融體制逼出來的怪胎。但係呢種死頂嘅操作，真係可以一直維持落去咩？答案顯然係否定嘅。呢個根本就係一個糖衣毒藥，一場同時間競賽嘅死亡遊戲。你想諗，搖搖酸菜魚執咗，鋪頭空置咗，業主1毫子租金收入都冇，
但係佢每個月要還俾銀行嘅供款、利息、差餉、管理費，通通都要照俾。呢啲錢從何而來？咪就係靠業主其他生意嘅現金流，或者耗費自己多年累積落嚟嘅老本。如果個市道喺3幾個月或者半年之內好返，有另一個大豪客過江龍肯用高價頂咗呢間鋪，咁個故事就完美結局。但係現實係點？依家個市道，內地過江龍自己都自身難保。由前年、舊年到今年，唔單止係瑤瑤酸菜魚，好多內地知名嘅連鎖餐飲、手打檸檬茶、麻辣燙嚟到香港開唔夠1年半載，就發覺香港嘅骨頭太硬、水太深，紛紛指示離場。舊年開得幾咁熱鬧，今年就走得幾咁淒涼。依家邊度仲有新嘅水魚肯用幾十萬一個月去接呢啲一線大鋪？當間鋪空置半年、1年甚至年半嘅時候，業主嘅現金流就會開始乾涸。以前可能仲有其他鋪位嘅租金入嚟可以補貼下，但依家係百業蕭條，其他鋪位嘅租客一樣要求減租，一樣喺度執笠。當大業主全身嘅毛細血管都開始流血嘅時候，佢仲有咩能力去供呢間無收入嘅吉鋪？而且銀行都唔係傻仔，銀行嘅客戶經理定期要去巡鋪，或者會睇新聞。當佢哋見到你間大鋪都拉咗閘，貼埋招租告示，個牌子都拆咗，空置咗成個年頭，銀行內部嘅審計師同風險評估師點可能仲會相信你份舊租約嘅價值？佢哋始終會出手，重新調低個物業估值。所以呢個由瑤瑤酸菜魚執笠潮引發出嚟嘅業主死頂現象，其實只係將個炸彈嘅引信延遲咗。它並不是解決了問題，而是在積聚更大的破壞力。當呢班大業主連每個月嘅利息都供唔起，或者銀行終於忍無可忍，決定全面收緊信貸，大規模重估全港商業鋪位估值嘅時候，一場前所未有嘅商業地產風暴就會正式引爆。到時我哋會見到不單止係1兩間過江龍執笠，而係成批成批嘅炒鋪大王、地產富豪，因為被銀行 call loan 而集體爆煲。到咗嗰個時候，吉鋪嘅租金先至會真正全面崩盤。但係嗰個崩盤代價可能係成個香港金融體系同埋庫房收入嘅沉重打擊。睇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平時我哋行街見到一間餐廳執笠，背後原來牽涉到咁深層次嘅金融秘密？下次你再見到啲大招牌拆落嚟，條街有一大堆吉鋪，但係門口張招租紙寫嘅租金仲係天價嘅時候，你千萬唔好覺得個業主好有骨氣或者好有錢。佢其實可能每晚都失眠，跪喺度求神拜佛，希望銀行封 call loan 信唔好咁快寄到佢門前。依家嘅香港飲食界同零售界正正經歷緊一場大洗牌。過江龍嘅神話幻滅，話俾我哋聽，單靠名氣同內地嘅一套做法，盲目崇拜高租金、大鋪面，喺香港呢個成熟而挑剔嘅市場係行唔通嘅。而班業主想用舊時一世無憂、躺平收高租嘅心態去對抗時代嘅巨輪，更加係自欺欺人。如果呢班業主再唔肯正視現實，主動同租客一齊面對，將租金調回一個合乎本地消費市道、合乎理性嘅水平，淡讓等待佢哋嘅，絕對唔係個市道復甦，而係被銀行 call loan 之後，成個地產神話嘅徹底破滅。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呢個瑤瑤酸菜魚執笠背後嘅業主死頂黑幕，希望大家明白咗商業地產背後嘅運作邏輯。世界好複雜，好多表面現象背後都係由利益同埋風險控制住。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